AI 應用愈來愈濟、愈普遍。台北市勞動局甲人力銀行公布一份調查，指出講上班族的煩惱工課互 AI 取代，那滿分10分，煩惱的程度是超過6分。嘛，伊講3年內 AI 恐驚會改變目前工作的內容。進入 AI 新時代，愈來愈濟企業引進 AI 科技，重新建立工作流程。台北市勞動局和人力銀行拜四做伙發布2026年上班族 AI 焦慮甲職涯準備調查報告指出，受訪者針對工課去互 AI 取代的煩惱程度，滿分10分就有6.29分，顯示上班族普遍的煩惱。因為現在 AI 發展得這麼迅速，所以人才的價值正在重新被定義。有80%以上的求職者是告訴我們，他們真的也有感受到，如果他具備使用 AI 的能力，確實更能被主管賞識。根據調查報告，受訪者認為上有可能去互 AI 取代的工課，前3名分別是一般的翻譯、行政文書和筆編設計。那調查報告也點出，需要同理心、判斷、溝通甲應變的工作能力，在 AI 時代是更加重要的。台北市就業服務處表示，除了現有的資源，市府未來也會擴大協助勞工，提升工課場需要的能力。員工有反映，他最希望企業能夠給予他 AI 的培訓課程。其實這個是員工非常希望，他大概有71.8%的員工希望企業能夠給他，也希望透過我們 AI 我們那個永續辦公室能夠把它擴大它的功能，讓所有的企業跟員工一起成長。人力銀行北市府勞動官員也鼓勵勞工面對新時代，會曉運用新工具來解決問題，主動了解企業需求是頭一步。AI 時代，產業和工課場攏要面對轉型，北市府也會規劃因應措施協助勞工甲企業。記者董家良、謝桂林台北報道。